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时间过得真紧，一礼拜7日的时间，目睭一瞬的，搁过去了。感谢主，咱今仔日搁来到主的圣日来敬拜主。伫这个网顶的崇拜，无论你伫什么所在，来参加看这个，来听这个信息，咱接着神的诗歌，接着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互咱伫圣灵的感动内面，咱得到属灵的益处，得到造就。互咱知影，上帝爱是无穷无尽，伊的恩典是白白的赏赐互咱，所以咱应该着感恩。咱会想到伫即个末世的时节，抑阁偌侪人未捌听到福音，求主来借着搁较侪的人，较侪的基督徒来将神的福音传扬出去，互人得到上帝的福气和恩典，甲咱一样有永远的盼望和荣耀，听候着咱。同时，咱继续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软弱的身躯、软弱的肢体，甲因的需要伫生活顶面的问题，咱来为因来祈祷，求上帝坚强因的信心，互因知影主无离开因，无放弃因。上帝耶和华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衬。所以咱毋免惊，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是以马内利，甲咱同在，对担直到永永远远。咱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今仔日来到主的圣日，三甲甲兄弟姊妹，无论因伫什么所在，奉主的名三甲来聚集来敬拜你，求主你的灵来借着你的话语，人来帮助阮明白你的旨意，来知影上帝恩典伫阮的心上是何等的丰丰富富。阮感谢主，主啊，阮只将信主到如今，你无离开阮，无放弃阮，阮一切需要借着基督，借着带到神的面前来，主是听基督的上帝，阮感谢伊。阮也是为着今仔日来到你面头前敬拜人，求上帝祝福因，互因伫心灵内面得到上帝的快乐，互因知影上帝永无放弃伊，永无离开因。感谢主，阮将下面的时间也恭敬的交托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也是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
需要主，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空惧，欢笑掩饰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咱今仔日要讲的信息，就是一个外邦人哥尼流，甲伊的一家人信主的代志。这个人叫做哥尼流，伊是罗马的百夫长，伊甲伊的全家归主的代志，这是咱今仔的题目。有真侪中国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讲基督教是对欧洲、对白种人西方人、欧美迄个国家出来。其实毋是安尼，基督教的发源地呢，伫以色列。这个伊的这个主角呢，伊的救世主就是耶稣基督。伊的出世的所在，就是伫耶路撒冷附近一个小的乡村，叫做伯利恒，踮遐出世。伊伫大汉的时阵，也是伫北方这个以色列的北方的一个所在叫做拿撒勒。拿撒勒这个所在是一个小所在，耶稣细汉是踮遐长大的，所以称呼伊是拿撒勒的耶稣。那么耶稣顶12届是伫耶路撒冷的城外，总的坟墓是总伫遐，3日以后佫活。活了后，伊显现互真侪人看。那么伊曾经讲伊的门徒讲，伊复活了后，就踮一个所在叫做加利利的一座山，
即座山名叫做阿伯尼山，就是 Mount Arbel 的山。耶稣伫迄个所在，甲你颁布最后的大使命。什么叫做最后的大使命呢？就是恁着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甲因修浸。凡我所吩咐，恁着教导因遵行，我就要甲恁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以后呢，我过一个时间，然后伊要升天咯。升天以前，伊佫交跩门徒见面，就将传福音的策略福音要怎啊扩展，要怎啊向外扩展，即项代志，甲伊讲啊。伊说，但圣灵降临伫恁的身上，恁就要得到能力啊，就要伫耶路撒冷、伫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做我的见证。我就要甲恁同在啊，直到末了。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出生的所在，甲这个发源地叫传福音的这个所在。所以真侪人认为说基督教，计嘛是外国的宗教，对，是外国宗教，但是毋是对西方来，咱是伫中东，伫以色列来世界的中央你也毋是东，也毋是西，也毋是南，毋是北，是世界的中央。感谢主的恩典。咱今仔日呢，也就是要讲到，这福音怎样来向外发展？已经开始伫圣灵降临伫耶路撒冷的时阵，已经福音的真大爆炸，真大的发展的意思耶路撒冷已经有3000、5000、10万人伊个所在几乎煞艰苦容纳咯，真侪人咯。然后佫拄着逼迫，有诶在基督徒被在做官诶人逼迫，有诶分散咯，所以呢，福音就直直向外发展咯。那么今仔日要讲诶，有一个人叫做哥尼流 （Cornelius） 伊怎样甲伊诶全家来信主呢？圣经是安尼讲伊说伫凯撒利亚有一个人的名叫做哥尼流（Cornelius） 英文的圣经是安尼，伊是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就是管100几个人的这个兵伊是做头的。伊是一个虔诚的人，伊甲伊的全家拢敬畏神做的赞助百姓，常常祈祷神。咱看这个所在这个凯撒利亚，近倒落呢，近伫约帕就是这个彼得行神力，互一个死的姊妹佫复活起来，这个所在离距离遮大概有60公里的所在。那么这个所在是伫沿海的一个城市。当时迄个大希律王是为着要讨好罗马的皇帝这个凯撒所以伫迄个所在建造一座希腊化的城市伫迄个所在有港口，这个港口载货色载人对在去到这个地中海到欧洲迄所在去。迄个所在这个凯撒利亚也是有一个叫做阿维纳就是一个圆形的剧场也是竞技场伫踮迄个所在咧沙拍沙演运动会计踮遐那么迄个罗马巡抚的总部也设伫这个所在，所以这个所在就是罗马帝国管理统治犹太人这个所在的行政中心是伫这个所在凯撒利亚。那么即搭徛起的人大部分是外邦人，是希腊化的外邦人
那么这个高年流吼，高年流的意思吼，就是 trumpet 啊，较好的意思啦，啊，这个是一个罗马人的名字。那么这个人吼，做一个百夫长，毋是真简单的啦，伊着有学问吼，佫有才情，而且佫有出名的人吼，甲伊介绍啥介绍批推荐伊，伊会晓写，佫会晓读，啊，有文化的人，伫社会地位吼，咱们有影响力的，才有法通被选做一个百夫长啊。这个百夫长吼，啊，伫圣经内面吼，对伊啊是一个有好的印象啊，因为是有一个有文化的人，而且啊，毋是真歹的一个人，有诶是敬畏上帝。咱亲像这个哥尼流吼，伊是犹太教的军队者。伊敬畏耶和华上帝，向伊祈祷，而且佫做真侪好代，只是伊无受割礼啊，无受割礼。那么哥尼流呢，有一日啊，就伫厝内啊，时阵伊行做一个神猎，行做一个神，毋是行神猎，是一个使者向伊显现。伊讲有一日啊，大约伫下晡3点啊，伊就伫异象当中伫这个 vision 当中啊，明明看见一个天使来向伊显现啊，入去伊的所在，就讲伊讲哥尼流啊，哥尼流就目睭看伊啊，真惊吓诶！你讲啊。伊说：“主啊，是啥物代志啊？”天使讲：“你的祈祷啊，甲你帮助敬人啊，已经达到上帝面头前被纪念了。现在你着找人去到约帕，一个人叫做彼得的所在啊，叫伊来，叫伊来，伊徛伫这个海边的这个石。”牛皮西门的厝内啊，伊的厝呢就是伫海边啊。第7节又向伊讲话，这个天使讲了吼，这呢无去咯啊，就行咯，离开咯。那么哥尼流啦，就差派2个家丁啊，因厝内的人叫这个常常服侍伊的这个兵丁是敬虔的兵丁。甲因送去，所以因3个人啊，相甲去啊，就将这项代志甲因讲。若是我要找恁去个所在，是因为有天使来向我显现，叫我着派人去叫彼得来啊。彼得是才伫海边尔，离咱遮无偌远尔大概60公里啊。恁去随来所以就叫因去咯。天使若是要向这个哥尼流显现的有伊的目的啊，因为哥尼流伊是一个敬虔的人啊，敬拜上帝的人，但是伊也是有行一个犹太人的律法但是毋是完全的，而且佫是无受割礼。你若要成做一个犹太教的人你着要受割礼才会正式的参加，但是无割礼。割礼是一款男的仪式一个男子的仪式，受割礼了才称呼因，甲因行送的门的进入了犹太教的门内面但是当时呢，伊也是捌听到福音，因为第8章的时阵咱有讲到有一个叫做腓利伊也去传福音也是。对真伊高向这个，伊本来是撒玛利亚伫咧传福音真侪人信主医治真侪病人后来上帝的灵引带伊说，你着去旷野向一个种个太监来传福音所以伊就去到迄旷野呢，向迄个太监传福音。太监信主了后伊继续向前行，就是向北行，路尾行到这个撒加利亚凯撒利亚
即个所在，就是即个高丽牛住诶所在啊，去遐传福音啊。所以可能即个该撒利即个高丽牛也是捌听着福音啊。所以伊可能伊也是咧想，阮会做咧，我也是信福音听福音，我信主因在要接纳我话，诚做教会一份子啊！拄咧想即项代志诶时阵天使就向伊显现伊咧丢伫无法通决定诶时阵向伊显现伊讲你去找人去叫彼得来伫即个海边约帕迄个所在，伊要甲你讲一个道理啦。所以伊就即个人高尼流就找人去约帕迄个所在去叫即个彼得来到因兜。那么因怀行诶时阵即三个人行下晡3点行到隔日日斗时你要近日斗咯。彼得伫即个楼顶离天台咧伫遐伫咧祈祷也是看到异象即个异象是啥物异象就是看到对天顶对天降落来我就安尼读圣经到第2日，即三个人就行路将近迄个城市，彼得约伫正午日斗去房顶厝顶去祈祷。伊觉得腹肚枵了，想要食。迄个厝内人正要备办饭的时阵彼得就魂游上我，就是咱就伊灵魂咱就看到一个异象就看见天开了，有一项物件亲像一块大块布四个角绑了再对天顶对落来伫地顶内面有啥物物件？有4脚的动物也有一间昆虫并且有天顶的白的鸟咯，隔伫绑伫一块布内面毋但安尼，佫有声音来向彼得讲彼得起来，将这精神抬落去来食彼得却讲是主这是袂做的咧。凡若是俗物甲无清气的物件，我拢无食我无食过第2摆，即个声音佫再来咯，送讲一个话迄个声音讲啥物呢？伊是上帝所洁净的，你毋通当作是一个俗的物件。俗毋是贵俗迄个俗就是真粗俗毋是高尚的。咱是暗淡的是无洁净的物件。犹太人食面有分无洁净的，有洁净的，亲像啥物咱咧食鱼若无鱼卵因叫无洁净的，袂做咧食若动物伊的骹若是分蹄，开始有诶迄个骹的蹄咱像马马蹄，伊是无分开的，只是一个下骹是安尼的牛伊的骹有分开的，而且伊食物件伊佫囥咧一个所在，枵了佫摕出来剥来食有法来反觉就是对吐出来喙咧，佮再直直剥过来食。即款的动物就是洁净的人会做咧食咧。所以因洁净的才用食，无洁净的袂做咧食。食凡无洁净的，就是犯法就是得罪上帝所以因真注意在但是迄个声音讲说，上帝所洁净的，你毋通当作俗的物件，当作暗淡的物件。彼得却讲说：主这是袂做的咧，因为我暗淡的物件我是无食的无洁净我是无食的。难道上帝讲的话，彼得无要听吗？伊说：主这是袂做的咧
难道上帝叫伊犯罪吗？叫伊做毋对的代志吗？毋是啊，因为彼得听着即个声音伊毋知影是对上帝来的，而且伊称呼主啊，是普通人咧称呼人，咱就先生啊，真普通的。等伊连续3摆会向伊讲跩话的时阵送即款的异象向伊出现的时阵，伊才知影即个是对上帝来的，连3摆啊！圣经讲律法当中洁净的，交无洁净的物件有分别的。反而是上帝所洁净的，你毋通当作俗的，也是一个当作洁净的。无论是物件，是人，是动物，咱若祈祷了后，食就是迄个上帝所洁净的，因为上帝所做的拢是好的。那凡是人，上帝是洁净的，你茫当作俗的物。反而因信主了后，因也是有主耶稣的生命，主的宝血洗清去因，洁净因是诚做上帝的囝儿咯。因为因被清义咯，因洁净咯。你毋通当作即个俗的物件。所以人若听耶稣的即个上帝所洁净，你毋通当作是俗的无洁净的。即个是定做定例咯。所以犹太人袂做咧，佫将外邦人当作是无洁净的物件，因为即个有上明明来向伊启示即个真理上帝藉着主耶稣为着人死伫十字架顶，3日佫活，已经赢过了死亡，叫罪恶叫死亡的关系。人信靠伊得到永生，得到称义，才做洁净的人。那么犹太人对做外邦人因若信主恁袂应该将伊当作是无洁净的咯。这个真理对这开始就诚做固定的咯。对当了后犹太人袂做咧佫称跩外邦人的基督徒称呼无洁净的，因同样应该归入上帝的国度内面。伊诚做信主的人，诚做上帝的种个国民，诚做耶稣基督的这个身躯的一份子，诚做教会的肢体，诚做基督的身躯。所以是经过洁净的咯。对当了后犹太人袂佫再将犹太人外邦人当作是无洁净的，来感谢主所以圣经安尼讲但如今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咱神的灵，已经洗清去了，诚做圣洁的咯，诚做圣洁的咯。所以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咯。所以律法的代志耶稣本身已经律法讲啥物，袂做咧做啥物，袂做啥物就做啥物。这耶稣已经做到咯，已经无违反律法咯。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死，就是来成全律法 complete 咯。所以人若相信，所以伫律法内面的义，藉着人的相信，就归伫信的人内面咯。所以这个信主的人就被上帝称义，叫做一个 righteous 的人咯，称义咯，并且成圣伫生活顶面会成圣。所以就凡是圣经讲，凡是入口的袂污秽人，出口的才会污秽人所以圣经捌安尼讲是凡神所做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食领受就无有一项是有通会做咧放杀的都因为神的道理，叫人会祈祷诚做圣洁咯。
所以无论人来食啥物吼，你食你枵去，会做你食无爱食，神所做诶拢是圣洁，感恩着求神洁净诶，拢是会做你食啉。这是人搁较是安尼，人若是经过上帝洁净诶，袂用当作是无清气诶。所以彼得伊就顺服圣灵诶带领，就到这个哥尼流诶厝内咯。所以伊入去到厝内诶时阵伊目的叫因在接触，叫犹太人叫外邦人接触叫因相甲食饭，叫因做阵诶时阵犹太人顶摆是袂做咧。现在彼得就拍破了这个隔膜咯，伊就到这个厝内，就讲因讲，敢若是我会来恁厝内来恁兜是因为我看到上帝的异象有一块大白布内面有各款的动物昆虫到鸟只叫我摕咧食。我枵鱼，我无要食的时阵，上帝讲我所洁净的，恁袂做你甲因当做污秽路上的，也是甲因当做洁净的。上帝是要甲我讲，毋通将犹太人将这个外邦人当做无洁净的。因也是用信耶稣，信耶稣了也诚做上帝会行你批洁净的人。阮犹太人就接纳恁，诚做教会当中的一份子。所以伊就讲真侪道理彼得就讲道理讲到福音佮讲到耶稣是弥赛亚，做了真侪工作伫这个世界做了真侪工作。后来顶时12届3日佮复活显露真侪人看赢过了耶稣的国，赢过了罪恶，叫死亡的捆绑，赢过了魔鬼的权势。最后讲一句因入去的时阵这个彼得入去因兜，在哥尼流就要向伊跪落去，甲伊跪落去。彼得讲说：“恁茫跪我也是人你起来，我也是人所以因就彼得就踮内面向因在厝内人传讲福音主耶稣的国话凡也是信主耶稣的人最后一句伊说凡也是信伊的人的确要因着伊的名来得蒙赦免的罪恶。凡也是信伊的名的，因着伊的名得到赦免罪恶、赦罪。所以当讲到遮，圣灵就降临伫因的心中圣灵就降临伊心中圣经讲伊讲彼得也佫讲这个话的时阵圣灵就降伫一切听道的人的心中圣灵就降临伫怀听道理的人的心中怀军队彼得去的怀6个人看到圣灵也是降临伫因的心中感觉真奇怪因为干哪只？因为遮人听到道理，圣灵降临，因讲方言，佮称赞神伟大，就称赞俄罗上帝的名，佮讲方言，叫伊当初时伫第2章的时阵圣灵降临第一摆降临伫因的身上3重3个情形所以彼得就讲这样既然受了圣灵，甲阮3重，甲阮是一样的，上有法通禁止用水甲伊洗礼呢？所以就叫人甲伊洗礼咯。所以对他了后因就遮人信主了，就诚做啥物呢？教会一份子，家己就是伫主的内面称呼做兄弟姊妹咯。因为也是诚做天国的子民，信主的人也是以耶稣伫教会当中，耶稣做头，所以教会做兄弟姊妹是身躯，所以外邦人信主也是诚做教会一份子咯，是教会的肢体咯，也是基督的新妇咯，新妇就是伊的新娘咯，所以
就联合做一个。所以罗马书第1章哦，第16节安尼讲的说：我无以福音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力啊，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即係講到一切相信的人，一切相信的人是無管你是啥物族的人，無管你是啥物地位，無管你是貧窮還是富裕，有學問無學問，你是啥物種族，你的皮膚是啥物色的，無分咯。哦，因為聖經講啊，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頭先是猶太人，後來是希伯來人，希尼尼人，就是希臘，就是外邦人的意思。因為福音是對猶太人開始，然後再接着福音猶太人外邦人也是先知。所以咱現在得救啊，毋是咱真牛，毋是咱有好行為啊，毋是因為哥尼流常常救濟窮人啊，救濟用錢幫助別人啊，佫佇神的面頭前會常常祈禱敬畏上帝，這個是外面的。但是伊這個外表的物件是好的，上帝稱讚因，但是因也佫未得救咧。就相信主耶穌基督做因的救主，因也是才得救。所以耶穌向尼哥底母斯講啊，伊說人着定頭生，信主耶穌定頭生，才有法通進入天國啊。所以哥尼流也是有好的行為，但是伊仍然着干哪只着信主耶穌，因為人得救。也是在乎恩，也因着信，因着恩典，也因着信心接受主耶穌做救，毋是靠家己的行為，乃是上帝恩典，賞賜互咱的。相款這個哥尼流也是有好的行為，但是也需要，就佫需要接受耶穌做伊的救主，才是完全的，才有法通成做上帝的兒女。才有法通稱做教會一份子，才有法通成做天國的子民，有永遠的盼望，甲榮耀，感謝主的恩典。所以咱今仔日本來是外邦人，因着主耶穌，咱也相信主耶穌，咱也成做教會一份子，咱也是得救，咱有永生，咱有將來永遠的盼望，所以咱應該着感恩，但是。咱也着為着迄未聽着福音的人來祈禱，要傳福音，所以聖經也是講羅馬書10章14節講，連你人若未捌相信伊，要怎樣向伊求呢？若未捌聽着伊，要怎樣信伊？若無有傳道的，要怎樣聽見呢？聖經若無傳道傳福音的，因要怎樣聽見啊？所以就需要信徒傳道，因才有法通聽見。所以耶穌講啊，伊說耶穌對伊迄門徒講啊，要收的莊稼是 crops，收的莊稼真多，做工的人真少，所以求莊稼的主人就找工人去要收伊的莊稼。伊就是去傳福音，將迄人誠做修行來的種子來歸榮耀給神。所以這是上帝的託付給咱，咱感謝主，咱三合額頭祈禱。親愛的天父啊，阮多謝你的主愛，你的愛毋是單單給猶太人的，也是給外邦人的。阮也是外邦人，有機會來接受主，是上帝恩典。因為你的囝主耶穌安尼講，神疼世間人，甚至將伊的獨生囝賜予因，叫一切信伊的人不至滅亡，反得到永生。天父啊，佇這個末世，
抑久千千万万的人也未听到你的福音，因为盼望只伫今生，无有你所予世间人的永远的福气甲盼望。因将来的结局，乃是拖卖可怕甲绝望。所以上帝啊，现在要收的庄稼真多，做工的人真少，求你感动搁较侪人工人去收你的庄稼，因为你的心意乃是愿意万人得救，能明白真道。恳求天父借着今仔日的信息，来感动搁较侪信徒，毋通忘记了主的大使命，靠着主的带领带领，勇敢来去传扬福音，愿主的名得到荣耀。我咱哩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